印度嘅航空工業有幾兒戲呢？自從6月12日印度航空波音787起飛，僅僅1分鐘就墜毀，飛機上死亡241人，地面死亡38人。過咗2日啫，又有一個直升機墜毀，死亡7個人。而今日喺香港飛往新德里嘅波音787起飛之後，飛行員報告疑似技術故障，緊急折返香港。而家嚟揭露一下印度航空工業嘅黑幕，佢係依賴國營企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進行維修，該公司維修記錄堪憂，經其手維修嘅米格21戰鬥機已經有80%墜毀，幻影2000更加悲慘，維修過嘅都已經全軍覆沒。6月12日墜毀嗰個787，佢嘅黑盒子數據顯示起落系統存在異常，而且飛行追蹤系統喺失事之前已經出現故障，導致數據中斷，所以塔台當時喺墜毀前30秒就已經收唔到數據。另外，印度飛行員亦都存在人為失誤，黑盒子數據顯示副駕駛過早收起襟翼，亦即係機翼增升裝置，導致飛機升力驟降失速。喺呢個事件之後，印度航空宣布目前境內34架787已經有8架需要緊急檢查，其他26架都進入排隊檢查嘅行列，說明咗其實呢一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並非唔知道自己員工嘅維修漏洞，而係明知故為，得過且過。另外，印度飛行員嘅培訓體系亦都存在嚴重缺陷，有人僅僅喺副駕駛實習咗35分鐘就可以獲得360小時嘅培訓資質。另外，航空公司將飛行員當作牛馬嚟使用，平均每個飛行員一個禮拜要飛行超過60個鐘頭，遠遠超出咗國際標準一個禮拜48個鐘頭嘅限制。啱先話咗維修同埋飛行員嘅問題，而家嚟講一下後勤保障。就喺今年3月份，一架波音777，佢嘅10個廁所入邊有9個廁所堵塞，因此返航，但只有2個乘務員疏導300名乘客嚟撤離，說明佢嘅後勤係嚴重不足。總之，印度同廁所係永遠都過唔去嘅。由於所有嘅印度波音飛機嘅檢查需要3個月以上，因此建議各位前往印度要選擇其他嘅交通方式。